今日嘅節目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兩位嘅拍檔嘅。首先有資深時事評論員 Kenneth 何錦星，咁啊，另外亦都有資深時事評論員 Ken 董達成。咁我哋先關注一下同本國相關一啲消息先啊。講緊嘅係芬蘭總統司徒布呢，今個星期就嚟到加拿大進行一個訪問。咁佢喺渥太華呢，亦都係同總理卡尼有一個嘅正式雙邊會晤。咁喺在此期間呢，司徒布就提到啦，佢可以想像到加拿大加入歐盟。咁啊，講起呢一個關於加拿大加入歐盟嘅議題呢，咁近期嚟講都係成為本國嘅一個熱話。近期最新嘅民調顯示呢，有差唔多60%嘅國民係支持加拿大加入歐盟嘅。咁啊，有國際專家就表示咧，加拿大要加入歐盟並唔困難，但係亦都有專家話咧，加拿大要加入歐盟咧，除咗喺歐盟嘅條約方面需要修改之外，另外咧，加拿大喺例如移民政策以及係對於歐盟嘅一啲嘅資金撥款方面咧，都可能會同歐洲國家有做法上嘅不同，可能會有一啲嘅分歧。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首先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先啦，你認為加拿大加入歐盟咧呢一個其實係咪一個偽命題呢？咁啊，而歐洲國家例如係法國外長早前都提到加拿大加入歐盟嘅構想啦，咁啊，佢哋嘅呢一個嘅意向係乜嘢呢？咁啊，如果加拿大加入歐盟嘅話呢，又會唔會變成所謂一啲輿論所講嘅水魚呢？嗱，我先睇加拿大呢方面嚟睇啦。如果根據民調嚟講咧，就似乎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對呢件事都係唔反對嘅喎，反而即係可以話表示一個支持嘅。咁咧就如果超過一半啊表示支持嘅，呢個對於即係譬如話政客嚟講咧，就可以有一個根據咧，就話佢可以繼續可以探討落去啦。咁嗱，呢個係一個探討。咁啊，睇阿司徒布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就同阿卡尼咧就似乎真係非常之啱傾。咁大家都係即係打呢個冰上曲棍球嘅。咁而呢個亦都係我哋兩個國家嘅差唔多國家級嘅一個運動啦。咁佢哋喺視頻度咧睇到咧一齊去參加一個即係冰上曲棍球嘅一個節目。咁啊，大家都非常之開心嘅玩得。咁呢方面嚟講，卡尼係能夠如果同歐洲嗰方面嘅關係係更加密切嘅話咧，就對於我整體嚟講，對於我哋加拿大嘅位置咧係好嘅。嗱，以往嚟講咧，加拿大係差唔多係八成咧係靠咗落去我哋南邊嘅美國嗰方面嘅，喺經濟上面啊、貿易嗰方面都係靠住佢。咁變咗，如果萬一美國喺呢方面嚟講，大家好朋友就冇問題啦。但係如果好似家下現時特朗普咁嘅情況咧，咁就確實咧就係引致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呢啲焦慮同埋對於前途嗰個問題。咁而加美墨協議咧，咁亦都喺7月嘅時候咧就係到期咧，就話要重新去審核過㗎啦。咁究竟有定冇個條件係會點？大家都暫時嚟講都未知嘅。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加拿大能夠公開地係探討緊呢個同歐洲結盟嘅呢方面嘅問題嘅話咧，肯定對於我哋同美國嘅談判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已經係收咗一啲利益㗎啦。咁如果考慮如果加拿大真係加入喺歐盟嘅話咧，有好處，亦都有唔好處。好處咧就係話突然間嗰個市場咧係擴大咗好多。我哋同歐洲嗰邊如果真係能夠成功咁加入去，成唔成功我哋遲後再講啦。咁但係如果加咗入去嘅話咧，變咗歐洲嗰方面嘅體系咧，基本上即係個經濟體系同美國差唔多係相若嘅。咁如果咁嘅話，突然間係開放咗俾我哋加拿大，而係一個加入歐盟嘅形式咧，無論係貨物好，人嘅資源又好，係可以自由流動嘅話咧，咁確實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嚟嘅。咁另外即係我哋可以吸引到歐洲嗰方面嘅投資過嚟啦，我哋亦都可以投資落去歐洲嗰邊啦。咁而貨物嘅流動關稅可以即係呢方面嚟講差唔多係免晒嘅。咁而人嘅流動咧，即係我哋可以去歐洲嗰邊做嘢，歐洲啲人亦都可以嚟做嘢，咁亦都係彼此都係有幫助嘅。咁呢個係一個好處啦。咁唔好處嘅地方咧就係話，會唔會我哋係損失咗好多喺外貿上邊，或者甚至喺我哋個政治上邊嘅自主權咧？我哋可能係可能要放棄一啲噶啦，因為歐洲整體嚟講咧，喺個政策嗰度可以話，如果入咗歐盟嘅話咧，可以話要依佢嘅法律去做，依佢嘅方法去做，變咗我哋喺自主嗰方面咧，確實係少咗好多。咁而加拿大其實我哋
地方係大，人口少。咁我哋地方大嘅資源咧，其實比歐洲咧係可以話更加豐富嘅。但係問題我哋人口少，得個4000萬人。咁如果比起歐洲嗰方面，確實真係仲差好遠。咁變咗資源係大，但係人口少嘅時候咧，我哋可能變咗一個供應國就多過一個受惠國。咁嚟講，對加拿大可能係蝕底喎，某方面嚟講。咁仲有一樣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損失咗我哋自己嘅自主嘅話，即係無論喺外貿嗰方面或者政策上嗰方面甚至即係呢個政治嗰方面損失咗我哋嘅自主嘅話咧，咁確實對加拿大長遠嚟講未必係一件好事。話晒我哋都係外人我哋並唔喺歐洲入邊，而係距離佢咧就係隔咗成個大海。咁確實係咪方便咧？係咪適合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㗎。咁仲有咧就係話，我哋始終個近鄰就係美國。如果我哋真係加入咗歐盟嘅時候，係咪即係同美國基本上咧就畫咗一條好大嘅鴻溝咧？咁呢個對我哋嚟講，長遠嚟講係咪啱咧？係咪好咧？確實又未必嘅喎，因為我哋話晒同近鄰咧就遠親不如近鄰啦。就算點親都好咧，其實同近鄰個關係都係好重要嘅。嗱，家下現時係特朗普啫，但係特朗普做唔得幾耐㗎啦。如果佢做得完，真係滿晒佢呢個任期咧，咁都係等3年啫。咁如果佢甚至有可能佢做唔晒呢個任期嘅話咧，可能就仲快可以改變啦，有個改變。如果改變咗，如果下一個總統係理智啲嘅、務實啲嘅話咧，咁可能同我哋加拿大始終鄰居同鄰居之間咧，能夠有好嘅關係咧，始終係對彼此有利嘅。咁會唔會加入咗歐盟嘅時候咧，就可以話令到我哋同我哋南邊嘅鄰居咧，反而係難決定一個所謂，如果仲有一個彼此嘅自由貿易協議嘅話咧，可能變咗好困難啦，因為要得到歐盟嘅同意先至可以簽署任何嘅嘢。咁呢個未必係對我哋加拿大最好。咁所以其實對加拿大現時最好嘅咧，可能就係騎住兩邊。仲有騎牆派唔怕嘅，我覺得兩邊都傾，兩邊都係保持一個好好嘅關係能夠如果收取到兩方面嘅就最好噶啦。咁再翻轉頭，如果睇翻即係佢如果真係要加入歐盟嘅話咧，我相信遇到嗰個困難亦都好大，因為歐盟咧第一件事咧就係佢現時嚟講個現時個規矩咧就係一定係歐洲，我哋唔係喺歐洲。如果佢真係要收一個非歐洲嘅國家入去歐盟嘅話咧，佢第一要改咗佢自己內部嗰個規則呢個法律上嘅改變需要時間好長。另外咧就加入歐盟咧，要所有全體歐盟成員國咧係同意先得。咁呢個要晒20幾個國家一齊同意嘅話咧，呢個唔係一個短時間可以做到嘅嘢。所以最快，就算真係彼此都好情投意合啦，好想做啦，起碼我咁樣都係起碼10年，冇10年都可以好難成事嘅。咁所以唔係一時三刻嘅事。咁而我相信卡尼同埋司徒堡大家都知道呢件事嘅。只不過大家傾嘅話咧，我咁樣講嘅話咧，係增加咗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嘅談判嘅籌碼。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嘅。咁正如 Kenneth 所講啦，加拿大同歐盟啦，到底喺外交方向、內政嘅思路啦、治理模式乃至係法制方面咧，佢嘅有冇相同嘅地方咧？咁加拿大加入歐盟咧，到底符唔符合我哋加拿大嘅國家利益？呢個都係要考慮。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嗱，我諗加拿大考唔考慮加入歐盟咧？咁當然芬蘭總理咧嚟到探我哋咧，大家都好開心。但係問題就係話講到呢個議題咧，就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因為事實上歐盟咧好多國家嗰個環境處理都唔同，但係歐盟嘅成立咧，其實對歐洲個和平經濟人流嘅發展咧係好事。但係你見咧二戰之後咧，你要解決成個歐洲嘅和平同埋溝通咧，我諗歐盟同埋使用歐羅咧，都係協助到呢一個嘅進程。咁加拿大要加入我諗首先歐盟要改咧，就係話係咪一定要處於歐洲嘅國家先可以加入咧？咁較早前你喺北非摩洛哥國家都係想加入呢個歐盟，咁但係歐盟就話：你唔喺歐洲，我都唔受你玩啦咁樣。但係我諗咧喺如果我哋真係考慮喺貿易方面同歐洲
溝通更多打開呢，其實冇乜必要。現時呢，我哋嗰個同歐洲嘅自由貿易呢，差唔多已經98%，所以你話見嗰個貿易方面呢，已經係溝通咗。咁所以你話要加強不同嘅國家呢，其實真係要喺貿易推廣、國際貿易發展呢，嗰度要加強功夫，同埋啲產品啊。至於你話喺個稅收加入歐盟，我哋就要協助歐盟裏邊一啲比較冇咁先進嘅國家，或者需要協助嘅國家呢，有好多支援㗎咯。咁所以我哋應該呢係一個 have 嘅 country， 我哋要俾歐洲好多歐盟裏邊咧好多國家呢一啲支援嘅。咁加拿大人係咪考慮到呢一點呢？咁仲有就係話嗰個關係啦，喺地理方面呢，文化歷史咧，其實加拿大同歐洲咧真係截然不同，所以我哋嘅關係咧同美國咧，無論而家好差都好，將來始終都係喺正 physical 喺我哋嘅地理咧，喺正隔離咧，我哋一定要保持呢個良好嘅一個接近嘅地位嘅。咁所以你加入咗歐盟咧，我相信咧嗰個環境令到我哋要處理咧就會困難咗好多。咁所以喺長期嚟講，將來會點去變呢？我相信都唔會咁容易。但係短期內呢，我哋實在冇咁嘅必要，因為事實上，如果我哋要協助歐洲嘅國家溝通國家呢，我哋絕對有呢個自由性去協助，甚至乎烏克蘭唔係歐盟嘅，我哋都可以，甚至唔係北約嘅，我哋都可以協助呢。呢一個彈性呢，就變咗呢，喺加拿大呢有一個優點添。咁啊，國家郵報嘅一份社評早前亦都係分析過啦。除咗剛才兩位提到嘅加入歐盟需要歐盟嘅27個成員國去到修改歐盟憲章一致同意之外呢，咁啊，另外亦都牽涉到加拿大加入歐盟嘅話，將會變成係 GDP 排名第4嘅國家，亦都係正如剛才阿 Ken 提到啦，可能要對一啲歐盟入面經濟實力冇咁好嘅國家係做出一啲嘅幫助啦。咁啊，另外邊境方面呢，亦都會比現時係更為開放啦。與此同時呢，本國喺歐盟嘅議會代表呢，將會係不足7%，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再加上剛才兩位都提到一啲新嘅歐盟規則會加入嘅話，會對本國嘅法制造成咩影響？呢個都係值得去到探討嘅。咁我本人都喺脫歐時期嘅英國呢，喺當地生活過一段時間啦，咁啊都有一個感慨嘅，就係歐盟呢一個組織呢，加入唔容易啊，要退會啊更加難啊。咁啊，除咗喺經濟同埋市場會造成一啲混亂之外呢，喺社會方面亦都會造成民意嘅撕裂啊！咁我哋最緊要就係除咗去探討到底呢一個係一個嘅談判技巧啊，係一個偽命題啊，抑或係一個真實存在可能嘅同時呢，亦都應該保持一個理性嘅一個嘅思考，而唔係將整件事件情緒化。咁啊，呢個亦都係根據呢一個英國脫歐，我哋得到一個教訓啊！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咁啊，講起歐洲咧，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嘅報導啊，歐洲國家正係組建一個廣泛嘅國際聯盟，咁啊，以期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啊。但係歐洲國家呢一項嘅計劃咧，只會喺戰爭結束之後先至啟動啊，並且可能將美國排除在外。咁啊，另外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話到要退出北約之後呢，據報歐洲國家亦都係加緊制定一項歐洲版嘅北約嘅呢一個後備方案。咁啊，旨在確保即使美國退出呢，歐洲國家都可以依賴北約嘅體系呢，係繼續進行自我防衛。長期反對單獨行動嘅德國呢，喺今次亦都係表態支持。咁啊，另一邊廂咧，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要廢除英美貿易協議之後呢，英國首相施紀賢係再次重申加入戰爭係唔符合呢一個英國嘅國家利益，佢哋唔會喺呢件事上面屈服嘅。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今次中東戰爭點樣重塑咗歐洲國家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呢？咁啊，若果正如剛才所講啦，歐洲國家冇咗美國嘅話，北約可唔可以抵擋住俄羅斯方面嘅威脅呢？咁啊，Kenneth何錦星你又點睇？咁啊，似乎美國家喺現時嚟講喺歐洲嗰方面嘅影響力咧，係可以話係一路一步咧係好明顯都覺得佢係減少咗嘅。加現時由英國、法國帶動嘅一個運動咧，就話佢哋會喺4月17號咧
即係嚟緊嗰數日啦，就會係同數十個國家咧係做開一個線上嘅會議。一個咁嘅集體會議咧，主要係傾咧就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如果打完仗啦，即係美伊以之間嘅仗咧打完之後咧，咁應該係點樣部署咧？係防止即係將來即係被封鎖嘅情況再次出現咧？咁呢個係當然要打完仗先至可以做啦，因為家仲打緊仗嘅時候咧，咁變咗係好難係做任何嘅決定嘅。咁但係亦都睇得到咧，就話喺仗都未打完嘅時候咧，就歐洲嗰方面咧，由英法帶頭，德國咧聽講就決定咧就係點樣去參與呢一個咁嘅活動，係會一個領導式啊，定係純粹一個跟從式咧咁。帶動咗呢個運動咧，就可以話冇美國嘅係點樣去處理翻自己嗰個喺外交嗰方面或者自己個保障國家安全嘅保障嗰方面咧，自己做嘢啦，唔係話再靠美國啦。因為以前嚟講咧，冚唪唥差唔多所有呢方面嘅咧，都係以美國帶頭嘅，係美國做主動嘅。而美國嗰方面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嚟講咧，確實對於歐洲嚟講咧，就係可以話係問題多而幫助少嘅。由呢個收關稅嗰方面開始啦，我話知你係盟國都好啦，照收關稅。咁對於即係話對烏克蘭嗰方面嘅支持咧，佢又撤退啦，我唔玩啦，你哋繼續打要使錢嘅，你哋去使啦咁。然之後亦都係威脅丹麥話，我要攞咗呢個格陵蘭島，咁就究竟係北約嗰方面點樣咧？即係情何以堪咧？咁我哋理論上係如果有外邊人蝦我哋嘅話咧，我哋集體對抗，咁你家自己人蝦翻自己人就點咧？咁甚至佢就即係好多次啊，唔係淨係最近呢一次啊，就話我根本要退出北約，你哋自己支付翻你自己嘅防衛啦，唔關我事咁。再加上即係加現時最近期嘅呢個美伊爾嘅戰爭咧，就引致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所謂嘅運油出嚟啊，咁係對於整體國家嘅經濟係直接有影響嘅。對於全世界嘅能源嗰方面咧，個能源價格嘅波動咧係直接有一個關係嘅。咁而呢啲歐洲國家大部分都覺得咧，美國呢一個咁樣嘅戰爭咧係非法嘅。對於經濟上嘅衝擊係不必要嘅。咁所以變咗同美國關係咧，自然係即係脫離得都相當之多㗎。咁嘅情況，或者自己諗住係自己做一啲嘢，唔好理美國啦。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我諗歐洲今次嘅反應咧，其實係一個見招拆招嘅方式，尤其是喺軍事方面咧，特朗普真係口出狂言咧。如果你講北約係瓦解咧，我相信咧唔可能。至於你話點樣去變到保護到翻呢一個歐洲呢啲成立咗嘅對抗當年嘅蘇聯，而家嘅俄羅斯咧，嗰個作用咧係應該要改變。當然，如果美國嗰個政策改變咧，其實北約係一個以歷史嚟講咧係一個好嘅繼續嘅計劃嚟嘅。至於你話美國負咗咁大嘅責任唔平衡，而家特朗普作為一個總統提出，將來可能之後嘅美國人民又好，美國嘅總統都好，都會提出假如嗰個權責唔平衡咧，我相信咧呢個都會繼續發生。咁所以加拿大都改變咗我哋政策啦，提高咗我哋嘅國防開支，付出翻呢一定程度嘅責任。我諗歐洲咧喺呢方面咧都係要做，但係假如真係普京不再喺呢一個俄羅斯咧在任，將來會點變呢？亦係一個真係大家期望嘅好嘅發展。但係咧呢個真係天方夜譚，將來會係點唔知。咁所以北約扮演嘅角色係重要。但係至於話喺個軍事而家美國特朗普獨斷獨行咧，其實歐洲係好難咧係去跟嘅。咁所以而家咧個對策就係去睇特朗普下一步係點。正如而家嘅發展就係佢無端端特朗普話自己太陽隻打贏咗呢個戰爭，但係你見咧可能仲會拖落去，會點樣發展大家都未知。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歐洲自己咧嗰個部署咧都係要有重要嘅。咁我諗無論喺支援
呢一個呢個烏克蘭嗰個對俄羅斯，但係我諗喺烏克蘭同俄羅斯呢一個戰事咧，亦係反映咗咧將來喺北約嘅軍事行動係有啲乜嘢嘅改變咧。我相信咧，正正喺今次咧呢兩個戰爭咧都會睇到。咁所以北約而家我哋點樣去成立、改變到、保障到歐洲嘅和平？我哋加拿大點樣去配合呢？而家喺呢一個改變中呢，都係要步步為營先至可以處理到嘅。今次北約、歐洲北約成員國同美國之間嘅爭議咧，都令我諗起喺1956年發生嘅第二次以亞戰爭啊，亦都係被稱為蘇伊士運河危機。當時同樣係北約成員國嘅英國同法國咧，係聯同以色列去到攻擊埃及啦。最終反而喺美國加埋蘇聯嘅呢個施壓之下咧，三國先至停止咗佢哋嘅行動。亦都可以表明咧，當時雖然英法都係北約成員國啦，但係同美國咧都係存在一個國家利益方面嘅衝突嘅，亦都可以印證住一句說話，就係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嘅。今時今日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世界可以基於呢一個秩序有一個嘅國際規則啦。今時今日咧，我哋可唔可以做到摒棄叢林法則咧？可唔可以堅守到普世價值咧？北約嘅唔團結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又會造成啲咩深遠嘅影響咧？呢個都應該係我哋喺民主社會入面咧都係唔太樂見嘅。但係與此同時咧，美國喺中東同伊朗嘅戰事咧都係持續緊落去。除咗係影響歐美之間嘅團結之外咧，亦都係對於全球嘅經濟以及係一個嘅能源供應嘅安全咧，造成緊一個嘅短期乃至係可能有一個深遠嘅影響。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喺中東嘅局勢乃至係歐美之間互動嘅最新進展。